西元1902年，民国前9年，也就是明治35年，日本政府统治台湾已经7年了。当时，外来的统治者运用高压的手段控制台湾人民。趴下！但是，在迄个黑暗的时代，伊就为英勇，以行劫壮义，劫富济贫，为苦难的台湾老百姓出生入死。伊就是台湾第一传奇人物——义劫玉兰花廖添丁。你这土匪，竟然敢交给玉兰花，甲大日本政府作对！今嘛已经11点55分了。玉兰花不是讲中昼12点来这劫现场救犯人，结果咧唔敢来啊吼！我已经在每一条路布下天罗地网。玉兰花若是敢来，恁爸就甲掠起来枪杀。恁大家目睭不要紧的，财神玉兰花赏金，会当还你买一栋老厝。11点59分啊！玉兰花未来啊！玉兰花已经变成银牙花啊！玉兰花来啊！玉兰花来啊！趴下！廖添丁的一生，会使讲是充满了传奇，互人尊敬。但是，伊为何会变作义劫玉兰花呢？这要对伊的大兄廖添福讲起。其实，玉兰花这个名号是廖添福先拍出来的。话讲2年前，传兄弟啊！我伫咧江外楼啊安排宴会，要来庆祝你就任2年。这2年来，台北城治安营是愈来愈好。但是有一个匪徒玉兰花，我非常的头痛。伊拍到劫富济贫的口号，竟然变成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啊！也毋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提高奖金，破纪录100块。伊搁唱酒也无偌久啊！真好。要然呢，我以台北商会会长啊，大概说多谢。对啦，这700度呢是东北好来斟酒的，是我查某人头壳要送夫人的。好，那呢，多谢多谢。哎呦，我想了，别吹了，再过来，你啥事啦？哎呦，人客啊，就喺内面坐啦，你徛遐创啥嘿？你玉兰花，玉兰花啊，行山目的是呢。你哪来啦？什么警察给他传出来？嗨，用水给你拿出来。嗨，走，你看上海酒台你旁来啊？大英雄，阮江湾楼上个4员姑娘艳红，给你抓来啊啦！来，大英雄，阮严红敬你。来，我嘛敬你一杯。来，啊恁店的上水姑娘拢甲我叫出来，啊上好的酒菜甲我准备啦。你是什么人？
玉兰花，伊是假冒的，你才是假冒的！你真大胆，竟然敢冒充我玉兰花萧大良！因爸就是轰动台北城玉兰花过金哦。哎呦，一只是龙，啊一只是虎，啊到底倒一个人才是玉兰花啦？哼，偷用我玉兰花的名，在骗吃骗啉，我看足济啊啦！你们假啊？有甲假路边，恁爸若出手，你就知讲是路边还是河边。快点啊！现在是大山沟有人会，你开，下！我靠，你冲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妈的，我定睛嘞！小金村长，你玉兰花啦！啊，又搁是艺人会，妈妈桑，你的酒家哪会敢互艺人会来咧？哎呦，厅长啊，我这是咧做生意的，我乌白两道都嘛免去得失的。哼，我就唔相信，这个艺人会偌大的本领。你是咩人？我是真正的台湾人，你真正是阮走狗，无资格甲讲话。我来了，我一定要有人会啊！艺人会，靠！高清啊，陈公时，你是家人码头，迎接日本军入城，来镇压台湾人，为着你家己的荣华富贵，出卖台湾。今仔是关拢坏啊！哎，迄日本军舰入来惊人到时阵，我才看日头，伊喊家你照，做讲我是甲行咧，所以对我较特别优待来尔嘛。我听你放心，这种事你甲你讲，全台湾敢有人袂嫌的，全袂看了，伊种一个人就死。你即马我西游人，全日本使伊，你怎台湾人是安管你知的无？无你讲，你甲要安怎？你讲安怎样啊？你讲啊！真简单，明仔载随甲送1万斤的米去龙山市，救地下的生家人，有听无？就打电话，喂，你连俺带家了，喂！我你试食台湾人可口的滋味啊！头家公，我就惊啦！小妹子啊，袂有代志啦，你唔通胡白乱想啊！别假咯，你的孙子到底是安怎做的？不过听到我们这过来在办代志是。你看，老爷回来了。亲爱啊，亲爱呀，阿弟啊，迄天我晓得遐一领穿起衫。好。亲爱啊，你总算是回来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无代志就好啦。因是安怎甲你侮辱啊？安怎会甲你扣到安尼啦？传令兄长，这玉兰花无论安怎也个抓起来，也若无台北城，不一日安宁啊！这个大插股艺人会有够苦，我一定要甲抓起清杀。小金孙子，嗨，一个月来逮捕几啊？也若无摕你的人头来换。嗨，不过厅长，其实我一直被七主抓甲咱斗阵的报田头家聊天好，怀疑伊就是玉兰花啦。不过我无证据。唐老师，你是后白讲啥啦？聊天我敢若是换添的兄弟呢？伊要哪可能陷害我啦？对啊，你莫胡话乱想，伊是咱日本政府的好朋友，你莫掠水鸡踢安康。嗨。哎呦，美珠啊，规间店的布料你冰透透，等你是要紧倒一袋？李主啊，你来啊！来，你看这个无？你看，这是吼苏州来的零食啦。你皮肤白啊，穿起来吼做野白的啦，吼水甲会搭枝啦。好啦，我先到6尺，等下吼，你使阮兜好不啦？我加7招互你啦，来，我一招吼，互你做眼镜啦。外国上流行的啦，几套的啦，你看，水无？
多少钱啊？3块6啦。 3块就好啦，来餐了就免啦。无啦，头家。要紧啦，老主顾嘛啊。啊，李总，啊顺行吼，有闲过来交关哦。好啦。哎呦，太卡酷了！来来来，你来看，拄来新布料啦，水是好水的。人了送啊，人即马无迄个时间甲你讲这个543啦。我是特别透早出来要甲你讲一件秘密呢。什么代志？你敢知影即马外口遐日本警察，因咧掠迄个大菜股玉兰花是啥？因啊，一定讲是我嘛，对吧？你看，敢有是我？当然嘛无想啊。当你伫我心目中，是我所见过上界温柔、上界高尚的公主。你免哪有可能是迄个强盗玉兰花？莫怪你的目睭哦，就亲像迄个春天的沙古啦，会看透我的心啊！但迄个小金兔太郎为遮行来，但即马要安怎啦？啊？你先去我的房间理查。哦。金东呀，哎，这么罕行。什么金兔？金兔是我以前的汉名，即摆已经变天咯。是。为了表示我对大日本政府的尊重，我即摆已经改名叫小金兔太郎。哦，是，太老师，真实的。来面请。你无简单哦，生意愈做是愈大。啊，毋过，逐工伫遮顾店，啊，搁应付人客，安尼敢袂收忝啊？我看哦，你还是做一款免本钱的生意较有影。什么？免本钱的生意哦？我知啦，你是讲迄种人吼，专靠嘴吼来巴结日本人，官就愈做愈大，迄种免本的生意是毋是啊？你，我问你，高青海高老板向北起个代志，你安怎讲？什么？有这种代志哦？哎呦，啊不然那是你啦，实在。原来是高大人的日本生意哦。啊，若倒伫阮头家门床顶哈。哎，我是恁头家的贵宾呢，哪像你咧，一个查某囡仔尔，啊，敢若你凊凊彩彩入来家己头家的房间哦。查某囝是安怎？阮头家三顿哦，拢是我款的啦，哈，啊，搁有啦，这洗身躯水哦是我流的啦，伊的身躯是我撸的啦，你感觉安怎？真型哈，少毋悬哈？哎，你是一个查某囡仔尔，你若敢咧无小本分，甲家己的头家咧高高甜哦，这死查某囡仔，你使欠人教死啦！你留这里向啊，甲对我咧画起画倒，你讨牌尔你！喂，阿伯啦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哈？老师，好，你看伊要干好，不得气。阿伯啦，啊人高太太来食是客人，无好啊，共款待已经真失礼啊。啊，搁安尼起骹动手，你是咧创啥？也毋过伊。我无代志，出去。梁老师啊，你老实讲，你到底有甲恁遐阿伯安怎无？哎呦，这边哪可能啦？你这哦，大家莫乱想啦吼。无上好啦。青海兄，你看倒一个是玉兰花？看起来无法一个成呢。哈？掠一罐敢若肉粽，无一个成。小金孙子，嗨，你毋是讲前几就会掠着玉兰花，是安怎拢无消息？报告听你，啊，落迄落下顺娘娘，啊，落迄。别记啊咯！嗨，讲你一礼拜时间，若是讲无掠着玉兰花，你就倒去食家己。嗨，看啥物啦？嗨，嘿，我对你敢想到一个逮捕玉兰花的计策，第37计，引蛇出洞。蛇出洞。
你甲我听好，明仔载中昼，一位大人物为淡水要来，你目睭甲我配合金的，保伊安全。嗨，大船入港。又去吃哈喽！王马上，王马上。哟，紧张，来什么事？我今无闲啦，我甲你讲，明仔载中昼，淡水上级的右上要来这休困，你传一间上大间的房间留落来，听无？来就不，啊，搁有所有的下段爱拢总留落来，会记哦？嗨，吼，淡水这个药厂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对啊，姚兰辉，你不是就爱劫富济贫的？我今仔这顺才带领做一个好野人，引蛇出洞，一摆你插死南杯哦，抽下来！请单掉！安怎？安怎？有好消息？哦，是啊，头上还讲你有好消息，啊，这个人会到底是安怎样嘞？啊，但你袂记讲，姚兰辉三骹领功夫，那是我土太龙的对手。即马姚兰辉都亲像孙悟空，走袂出我这如来佛的手中心。哦，安尼啊，真好，今个掠来互我看。迄个下顺啊，娘娘，下顺阿娘安怎啊？听着，本来伊是走袂去的，拢是迄下骹手手饭桶啊，煞有走。安尼你也家己咧我的面头前摇摆。不过听着，啊，毋过姚兰辉的喙尾哦，叫我扑一刀，刀痕足深的，伊走袂去啊。哦，安尼好。马上传令落去，全台湾岛所有单位，只要看到喙尾有刀痕的人，全部甲抓起来。嗨！各位，来听好，大贼讲姚兰辉，叶明即摆加一道刀痕。什么人若是知情不报，赏金200块；知情不报，该共罪，拢都抓清散，有听无？入来啦！你好，开杀的。好。大呀，你面伤啊真严重呢。我看安尼啦，连讲你有啥代志哦，交代我去办就好啦。袂用个啦，你厝里还有爸母要友好的，万一出啥物代志哦，我承担袂起啦。拢是我家己啦。第二吼是金州啦。大呀，我看这阵啊吼，你还是莫出门啦。你外口风声偌暗的呢，大家拢讲要掠吼，去罢免姚兰辉啦。我知啦，是讲即摆上害就是吼，明仔载暗时啊，迄个川田厅长啊，伫江澳楼要做50岁大寿，我是用邀请的贵宾之一，无去阁袂用的啦。一声吼，就要乱好。有法啦，安怎？赶紧去找我小弟啊聊天顶啦。歹势，借问的吼，廖上添顶倒一个哈？啊？我就是啦。嘿，
啊，你是？我叫明姑的啦。添丁兄，恁大吼添好啊，有急事要找你，麻烦你甲走一转。我来啊！好，我足久无看伊啊。啊，你等我一下吼，啊，我这边戏吼搬了以后，我随对你来。吼，啊，来，免搬啦，即摆就好甲我来行，行也袂好啊。这是要袂搬啊！哎，我搬到一半，你甲我救来，你是要让人搬落去啦？迄无重要啦，见恁大家要紧啦。添丁啊！哎呀！来面坐。添丁啦，添丁啊！哦，你的身体咧愈来愈勇健哦，你的戏班哦，世界换所在啦，找你有够歹找啦。啊，不过哎呀，我有你的消息呢，我知影你的报章吼愈开是愈大间啦，是永乐顶吼上名的廖阿社啦。我想着讲阿爸过身的时阵哦，大伯啊伫市场卖布，所以甲你带来做客囝。即摆想起来吼，大伯甲你讲实在有够准啦。啊，这无算啥啦，啊，就一口饭食尔啦。哎，阿兄，啊，你的面是安怎呢？哦，这哦，这就是吼，我要找你来的原因啦。安怎讲啊？添丁啊，你捌听过玉兰花无？我当然嘛听过，即摆日本警察吼，伫外口死去要抓伊呢。啊，自从伊迄面吼去互画一刀以后吼，迄赏金哦提高到200块啊啦。但是我相信吼，咱台湾人吼，每一个拢有骨气啦，绝对袂去为着迄个赏金吼出卖家己同胞啦。添丁啊，你听好，你那遐就是日本政府即摆要抓迄个8名玉兰花啦。什么啊？你是玉兰花哦？哎呀，我敢有听唔对去？哎呀，你就是我印象上介钦佩迄个玉兰花哦，这边有可能啦！恁大爷啊，这件代志啊是爱抬头的呢。恁大哪有可能食饱换枵啦？伊当然嘛是玉兰花，全天下，但我知影尔，即摆算来你是第二个，真的啦。哎呀，兴劫中义，为咱台湾人出一口气，所有的人上介钦佩义业玉兰花，就是阮阿兄。哎呀，做你的小弟啊，实在感觉真光荣。添丁啊，即摆阵若互你来做玉兰花，你会感觉搁较光荣咧？我来做。哎呀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需要你来代替我廖天福，替我管理的报章，下面的大官交陪应酬。上重要的就是你来代替我参加明仔载暗时啊，伫江月楼举行迄个宴会。袂用的啦，这边来用的啦。哎呦，哎呀，我是一个搬歌戏的啦。伫戏台顶哦，你叫我搬迄落高济天啦、四平鬼啊，是武松啊，我拢会用的啦。叫我到戏台骹哦，搬你了啊写，这，哎呦，袂用的啦，我讲的拢会大字啦，袂用的，袂用的。不会啦，咱两个是相生啊，无人认得出来啦。而且你是搬歌戏的啊，假扮伪装，迄是你的本行啊。啊，讲到功夫，你嘛比我较好。自细汉阿爸就安尼讲啊，即摆阵若换做你出来吼，做玉兰花兴劫中义哦，绝对袂落亏的啦。叫我做玉兰花哦，这，哎呀，添丁大爷，英雄换你做，叫啥嘛较知咧？好啦，袂用的啦，袂用的，袂用的，袂用的，阿兄，我无你遐巧啦。啊，做生意吼，我拢袂晓咧，连咧报一笑偌济，我都唔知是要安怎搬你啦。点来点外的代志吼，迄交阿满啦就好啊啦，你放心啦。阿满是啥？啊，就我请的啊，有阿满伫个吼，你做你安啦，无代志啦。我是啦，添丁大爷，你若是唔答应吼，恁大爷面上即使若是参加宴会吼，骨骹绝对是烧出来啦。到时阵来土太人，绝对来掠人的。那咧台湾这里上水的玉兰花哦，咦，一声嘛叫念起来。好啦，你答应啊？好啦，你真正是我的好小弟。安尼啦，永暗吼，我甲我熟悉的人，不管是查甫查某，含我生活应该注意的代志哦，拢甲你讲个清楚。
又好又好。大，你加头毛啦。无啦，莫叫我大啦，叫我添丁仔就好啊啦。袂用的啦，恁若遐有交代咧，自正开始哦，你就是阮大，我就是恁细汉的。对啊，恁大交代迄生活习惯哦，你有背起来无啦？差不多啊啦。6点起床，7点食早餐，8点报灯好开门，下晡6点哦，继续好休困。对对对。暗时7点食暗顿，8点上课，9点上门床，对无？哎呦，赞赞赞，厉害厉害！哦，笑咧笑咧。哎，大兴行头家，何情爱，警报厅长，传电，四条顺差，小心拖太龙，人拢叫伊摊路上。赞赞赞！啊对啦，恁大特别交代呢，迄个做挺好的日本细姨啊，头壳看，你也特别甲照顾。这哦，安尼收息着啦。啥物咧识得啦？迄个挺好，带了侪细姨啊，恁大咧做啊，算我一做善事呢。好啦好啦，再搁讲啦。好，讲到村嘞。各位乡亲啊，今年咱大场町吟诗社所主办的这个吟诗比赛，状元就是陈素云。素云啊，你就是咱大场町吟诗社这100年来啊第1位的女状元。恭喜乡亲，老啦咯，老啦咯，素云哦，是我的查某囝，我的查某囝啦。这摆关键吟诗首诗，大家听。阿爸足有面子的，足有面子的。我表师啊，好富富天禄啦，是你教教啦。无影啦，无影啦，是咱大家哦无相气嫌啦。各位乡亲，趁大家伫遮的时阵哦，我要甲各位乡亲宣布一个好消息，伫咱6月15号，我要我的查某囝。不要紧啦，要阮查某囝素云哦，甲启明咱2个人成亲。哦，快点快点，我是素云的女婿啦，多谢多谢。出了去啦！是的啦，你等下把这个素云。是的，害你跋倒，你敢会要紧？无要紧啦。哎呦，你看到着啊？喂，你这普通讲啊，我能猜到哪是啊？
有小代志啦，啊！阿爸，你脚去闹着啦，你去甲瞧者。哦。你放心，阮阿爸是滚头生。好啊，无问题啊。过来行看卖啊嘞。阿伯，你功夫好啊，有影袂听啦。这简单嘛。无啊，你敢要你卖部迄个了啥啊？是啦，伊就是阮大哈，了查。查哪知影？恁变就从脚甲你压倒，我伫你死了死卡嘛。阿爸，你哪里敢讲啦？可是本人跋落的人不是死卡，不是什么人。你讲我客气啊？是恁查囝是落着我呢？早早歪闪嘛，落来摆骨转转去。好啦，美姑啊，来，行啦，来转啦，来转啦。好啊，莫搁看，搁看你就生目尖啦。你拢甲我听好，每一个人拢爱提高境界，每个开讲，每啉烧酒，一刻拢袂放松的。只要面有多巴的，不管是你阿公还是你阿爸，是你阿开讲讲，知影无？嘿，你是阿海下班？阿多接去，提高境界，你来看哪位啊？不过我来看你，不是看我，是看有多混。大家好，嘿，行，顺着慢行。走。哎，喂，你为啥一条疤？我著感冒冤家叫我装甲撩着啦。你是有人喂？我唔是，那你，我唔是，那你我弄啊！那你，我唔是，那你我弄啊！来，干嘛啦？了皮暴增啊！大，你啥时间完嘛？小等我来解载你去干嘛啦吼？参加宴会。好，等，美姑啊，店内倒一个茶碗啊。你大声甲怀疑就自然出来啊！阿妹啦，恁头家转来啊！头家，你是走伫倒位去啊？无要甲我讲一声，害人我咧急死。行吧，去你吧，你是走伫倒位去嘛？无要甲我讲一声，害人我咧急死。等你真久，等你真久。你好，真久无看哈，真久无看哈。那你讲，咱顶间讲的迄笔生意就无问题咯。嘿啦，哎，再搁讲啊，再搁讲。头家啊，你这是安怎游泳甲遐大声？我带你换起来。啊免啦，啊你无用你的啦，我家己去摆房间就用啊，吼。哎，是变奏呢。我家己房间我当嘛知啊。头家啊，那你是安怎啦？是外口日头伤大，你头前游行去，你煞行唔着房间是？我行来这啦，有。阿喏，房间是有啥物唔对哟？无啊，真好啊，真舒适啊，多谢哈。哎呦，你哪会讲说多谢啦？你安尼讲吼，人会歹势。啊，你规身躯吼臭汗酸味足重的，身躯去洗洗啦。哦，这来送来靠。哦，这种物件吼，后摆我家己摕就好啦，唔免麻烦你啦，多谢啦哈。你哪会突然间甲我客气起来，搁变甲遐尔气愤啦？
写好未啦？吼，写一篇句，安尼写几部句啊？哎，你今仔日哦，对启明啊，伊款态度遐歹哦。这个代志若去互因母也知影，后摆这个新妇就歹做。阿爸，我也无要嫁啊。哎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啊？恁即张婚书啊，是20年前你还搁伫恁母阿爸倒地的时阵就定好势啊呢。无你这咧讲啥笑话？我无介意启明啊，介意人是你甲阿母。唔爱，啊，今日就介意，我较早甲恁母啊，就是安尼嘛。无啊，爽啦！我问你咧，你是毋是去杀到迄个廖阿啥哈？喂，啊，你来无落门落去摆啦？你来无落门落去摆啦？弄门，那我这多年来从来没弄过门啊！我咧上困，但你即摆咧创啥啦？那你都有卡车片啊？别啦，我肯定有头手，我家己晓录啦。你别啦，别麻烦啦，你出去啦。头家，你是安怎啦？甲我歹面相看，我是倒位甲你风台了无好哟。你甲我做伙，你感觉足见笑？那你我要安怎？我为你做牛做马做到遮尔啊侪年，即摆啥物名分都无，你叫我出去是要安怎做人啊？好啦，啊，无互你录啦吼，互你录啦。大呀，紧的要赴啊啦！头家，你著爱较早倒来呢，唔通啉酒醉啊？阿婉啊，你是甲阮大安怎呀？免你管了。大，安怎？会适应？无问题啦，阮大吼会用应付，我嘛一定无问题啦。等，我吼，佮甲你提讲一遍好。你若是去到江月楼吼，一定要注意，看到迄歹看面的吼，就是迄传电啊。啊，若看到迄目睭溜溜秋秋迄个吼，就是土太龙啊。啊，若看到优秀面的吼，就是高青海，你爱记呢。好。无啦，佮有啦。你若是去遐吼，嘛袂使安尼去点点啦。恁大个吼，若是看到这查某人吼，迄目睭拢安尼金金啊甲看，啊然后吼，伊佮对伊讲，你的目睭，就敢若春天的沙窟啦，会当看通去我的心肝。啊，然后吼，就直接行过伊身躯边，啊怎吼，为骹船皮落甲塞落去安尼。你，阮大只是安尼做？当然啦，非得吼，你愈风流愈飘撇吼，愈会当表现吼，恁大破坏精神啦。安尼啊？安尼吼，骨脚就袂所在。对，讲我啦，行。行。嗨，好茶，走。我真棒哦！传承长久啊！嘿，自从你来台北做警察长久以后咧，这一年来治安是愈来愈好，所以讲传承长久，你是阮台湾岛的明灯了。来，我祝你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多谢。青海兄，你对阮日本政府非常的敬重，贡献真大。
我已经报倒去日本啦。我相信真紧你就会得到天皇所赐的奖励。红豆，啊你个倒你啊！对呀。亲爱呀，你会当带着阮日本小姐塔卡库是你的福气哦。啊六嫂那还袂来？伊袂来啊啦。哎，咱若可能讲无要来，你敢是真失礼？伊若唔来，看我安怎找伊算账。兄长，毋是伊无想要来，是伊袂用的来，伊嘛无法度来啊。因为伊的面，叫我画一刀，即马已经变成8面玉兰花啊！伊若来，有卡毋是所出啊！老三，你的旧镜头又举起来了。小金孙子，我看你想要掠玉兰花，想到要起笑去，搁一个掠水鸡读暗空。就是讲的，啊人咧讲空的无药医，啊哪会酒落啉无2杯尔，啊消话头咧黑白讲。我哪有黑白讲？恁豆豆仔看，今仔日伊袂来啊！因啊，我着去聊天好保证，掠迄大一个玉兰花，从今以后，大家就会食饱困，困饱食。这世界上永远都无这款，唔知拜拜，唔知玉兰花啊！歹势，我想我来，大家等遮久安尼，真失礼哈，真失礼，真失礼。奇怪，爸嘞！但是这是倒一个见面的安尼，真是情安尼。爸走倒去啊！用利用变魔术，还是你通利用？好啊！小金孙子，伤过超过，太无礼貌了，转去坐好。嗨！兄长，祝你寿比南山。六嫂，吃，多谢。六嫂，来坐我这边。来嘛！这。好，吃。哎呦！天咯，这个啥物？会点面？好啦，啊，你去互伊遐骹去拐着。大人啊，哟，大人啊，哦，你实在足使人钦佩呢。他拄则有一位互你送啊，讲代表全台湾人送一份生日礼物互你啦。啊，伊即马人咧？伊物件放的，人就走啊啦。吼，实在是真够礼数呢。玉兰花，小金孙子，这一摆要干水。我随去啦，我随去啦。快点，嗨！人已经走啊，伊是要去倒位掠咧？你给我听好清楚，为即马开始，把玉兰花的手巾提高一倍，只要掠着人，即时斩首示众。嗨！我的房间哦，袂用互查某人安尼清清彩彩就入来了。安怎有听到吼？甲我刺激刺激，放这个，六嫂，好啦，他看口咧，他看口你连我都袂记，你是快快去啊！好啦，啊你。卖枪啊！哎呦，你不输对你呀！哎呦，好啦，六嫂，哎呀，卖枪啊！那都骗骗。好啦，哎呦，奶奶不输对啦！哎呦，我在买电箱呢！哎呦，你真不输对，真的不输对这阿婉啊，你先出去啦。我来头家。无要紧啦，你放心啦，袂有代志啦哈。你出去啦，出去啦。那你我问是不爱看哦。廖嫂，你讲那你命嘛保上人啦，你今日你讲话人拢袂插我啦，哎呀免枪啊！
甲佫小姐，你是一个吼有翁才的人哦，哪会使伫外口无甲查甫人咧偷来暗去啦？来来来，你吼赶紧转去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较好啦。你是丢搞哦！你以前讲阮翁娶足侪某，你就要好好啊疼惜我，你拢敢骗啦？有影？嘿啦！哦，我是咧想讲，为着你好啊，咱两个也是安尼切切较好啦，啊啦。苗嫂，你这么良心，这么良心，你这个才回胖，才回胖，苗嫂，苗嫂，苗嫂，你来了，请你来嘞，主人来了，还要了，你要找我头家花，各位饭，我不要啦。赶紧，来，至少我留下去，哈，留下去。顺便好，顺便好。好啊。哦，你搁真够变鬼变怪啊哈！可是如果我若无甲迄囝一个，万一你若去互处去，安尼我毋着衰死。